哦，超恶的啦，超多，我真的完全不想碰它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恶烂。今天要来做一个企划，疫情间的2种企划啦。前几天跟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呢，被一只嘎抓给吓到，很大只的，然后它就在餐桌底下竟然爬在我的脚上，我想要怎么啾，你知道吗？一往下看到我就整个大尖叫，餐桌上的所有人都吓死的那一种。当下我只是被臭骂了一顿，嘎抓有什么好叫？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如果今天是排你身上的时候，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吓到。这一次就只要来报仇，我订了60几只的蟑螂，就是这一种蟑螂，超级好吃，很嫩，它是这种电动，然后脚还会这样。我刚说的65只蟑螂就在这包。哦，超恶的啦，超多，我真的完全不想碰它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恶烂。然后我哥现在在上厕所，大家就会从上面丢蟑螂下来，然后大家就看他反应会怎么样。紧张，因为我超害怕失败的，从上面丢蟑螂下去有一点难，而且我怕丢得很假，所以我要让它有点像飞的方式丢过去。我紧张，现在心跳超级快。被吓到了吧？哦，状态感像，怎样？好像，真的，那么完蛋，你们就要死在我这堆蟑螂手上。不行，还有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摆出来，开箱我们今天吃的披萨。刚刚没有吓到？没有啊，我又一个给你看。这里面有什么？你在吓我？没有啦，不要一个赞，我拿着，耶，赞。讲我们的计划，我们就是请他们帮我们倒出来，然后看到里面有蟑螂，然后让他们觉得非常恶心。他高中真的爬在上面。怎么样？你看有没有辣没辣的吗？没有，都没有辣，辣粉是另外包。丢蟑螂在里面。我跟你讲，会吓到就是会吓到，这东西就是很邪。同期的导游然后去大陆开始骗人，然后人家喝他的洗脚水啊，然后他的头发可以怎样哦，然后他就让人家在那个怎样？有蟑螂！那你别往这2个影片就可以结束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家人在疫情之中多了一点点的小刺激感，那我觉得这2者应该算是蛮成功的。结果这几天一直在下雨，加蟑螂他妈
有一只超大蟑螂跑来我房间，在那个下面很大。等一下，那里面会发现为什么会在里面啊？那个里面的东西我要，那个不能用到我蟑螂。好了。你倒出来了，你就要用我的东西啦。好了，还要快出来，好，不要用哦。好了啦，不要用哦。The next day. 哎呦，很大，这里哦，为什么那么多？而且在那个里面，你不要再用了哦。还有，不是，那里面还有吗？不要用。去玩山狼，然后继续跑。啊？我昨天晚上就听到那个声音嘞，好了啦。